时候你是需要贴的时候的，所以后学会等你。只要后学跟你这段缘没有断过，有一天你一定会找后学，后学等。但是后学并没有诅咒他哦，可是人生本来就起起伏伏，对不对？就1年多之后，他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后学，他哭，后学你说怎么了？他说他妈妈中风病危，要开刀。医生说，如果这24小时过不了关的话，你可能就要心里有准备。那他知道后学吃素又在佛塔，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去跟谢佛求，让我妈妈过这个关卡？那后学说可以帮你求，但是我有个要求，全家求到，你做得到吗？他说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所以他妈妈真的好了，好了是救回来，但坐轮椅，因为他说只要让妈妈救回来，因为他那个婚礼太久了，他妈妈就是洗澡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洗澡的时候就一直都没有出来过，然后大家洗澡洗半小时都没出来，事实上中午在浴室太久了。可是就是医生说这个要回来很难，可是他醒了，但是坐轮椅，但全家都求到了。我们众生有时候就是觉得都要到了那个关头才求天，有没有发现？所以，可是后学就知道众生就是会有这个因。后学度你的时候，如果拿这一点，后学就等。所以跟他讲，那个外圆内方的这个准则要有。虽然法无定法，但是你的尺度抓好，你度众生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呢，今天主轴就讲你一定要识透因缘，把握因缘，创造因缘。有天，有个到现在我们在打电话在讲话，讲过，他突然跟同学讲，他一个很好的朋友爸爸刚好这次生病住院，然后所以就是进进出出的说啊，那他那个朋友蛮困扰的。同学听完之后，同学灵光一闪，同学说你鼓励他来求道。他人在美国，说你带他来求道，顺便开法会。我们过年不是都有2天法会吗？后学还开始讲说哦，大过年时间你鼓励他，只要诚心所感，后学相信菩萨一定护佑他爸爸早日康复。后学这样讲，只要诚心所感，然后诚心进来求道，开2天法会，一份真诚。后学跟他说，你只要有那份真诚，你爸爸身体会有好转，因为他爸爸并不是癌症，不是什么，只是那一阵比较常生病。这样懂后学意思吗？后学没有妄言吧？但后学深信我们老师，所以呢，他那个朋友就跟那个道理同学说啊，他不可能啊，他对这个没兴趣啊，就开始讲啊。后学说没有关系，你开口有就有，对不对？没有是不是就没有关系？可是你没有讲是都没有因缘，所以后学就请他讲。结果后来我们来开法会，有开了法会，然后就跟他讲，他爸爸后来也好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讲，那次因缘就没了。所以对众生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就静下心，你去想，你周遭的什么因缘可以触动众生的那一份因缘，去让它跟道结合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随时去想体察众生的善因缘，然后你要把握住，然后你要创造出来，这就是我们，因为我们要转法轮，对不对？转法轮我们不是做个被动的，我们是做个推动者。我们要转众生的因缘，我们就要做很多那个无形中那个力道去推。所以跟大家分享几个个案。第一个拿掉主观善结因缘，后续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是，其实成全众生、成全道心、成全众生的最大利益者是谁？知道吗？自己。真正最发心的也是那些在修办过程当中的那个体悟，所以呢越办越有心。那我们即使中显化在道心的身上哦，他一段时间又忘了，可是对我们来讲，显化在他身上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是感动的，我们是感动的，他是一时的，我们是一辈子的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执行者，我们知道说老师是慈悲的，老母是慈悲的，那种感动有。那再者，我们是众生的贵人，你会发现众生也是我们的贵人，因为很多众生的所有的问题都在启示我们修行的人生观念。他们也是一个活字典，也是在给我们看人生。所以后学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后学17岁求道嘛，那我们那个大专不是有那个成功岭吗？成功岭的那个集训，后来集训完认识一个别主线的一位贤道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就来后学家找后学。那找后学的时候，他就跟找后学聊天，他可能觉得后学需要被成全啊。虽然后学那时候很有心，但是他觉得后学那时候家里出一些状况，所以他觉得说他后学是需要被鼓励的，所以可见人是被鼓励的，随时的善因缘老天是帮着。结果来的时候呢，刚好后学的邻居是从小的玩伴，那他因为他们有父母，是给阿公阿妈带，那学历又不好，所以就等于当起头领啊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从小玩伴知道后学吃书后，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会揶揄你啊、考 C 啊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就是讲啊，你笑屁啊，我们就讲这些话。所以后学要渡他是很难的，对不对？后学压根也没有想过要渡他哦。
真的你就是一直被揶揄的那个人，所以或许那时候没有想要顾他。就这个前导来，这位前导来的时候，他就做客的时候啊，他做一件事情，邻居来聊天，聊完之后，邻居很开心的离开了。1个小时后回来了，他去夜市买了烤肉，然后一串串那个七里香什么什么，很香对不对？他就拿给了或许那位前导啊，那位大兄给他说，给你吃，跟你聊得很开心，给你吃。就这个前导就拿起来哇，好香哦，怎么那么香？可惜我胃不好，我今天不能吃，他就拒绝了。然后完之后，他就开始跟他聊天，跟他聊啊聊完之后呢，他就跟他讲说，我下次来找你的时候，我想带你去拜拜好不好？他直接就开口讲了。或许等邻居走的时候，或许问的第一件问题说，你亲口了，怎么还可以拿肉来问？我们就很执着，还跟他说很好吃。或许那时候很单纯，问他，他说如果我跟他说我亲口了，我再就没有机会跟他，你懂意思吗？隔阂。他说我必须，这种人就要按打成一片。他说如果后续高高在上，开始我讲菜，你觉得他会跟你聊天吗？他说他没有，所以他还拿来问，谢谢你，可是我胃不好。但是呢，后续就跟他讲说，但是他的种种的行径啊，种种的，后续觉得说他目前不适合求道，后续看法是这样。但他跟后续讲一句话，你会发现他的人本质是善良的。后续说其实是就是嘴巴坏了一点，签到嘛，就嘴巴坏一点，从头到尾就一直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，就算你无神论者也不用这样，你懂吗？就有就想想就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说，因为他本质善，或许他求道也不具足，但他跟后续的观念，我们要替众生担待。所以他当场他跟后续讲，我发愿我1年功德，我要助他求道。后续问他一下，啥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说，因为他求道也没有很具足，但是他这一次能够求道，他称他是注定就可以遇佛去度他。他在跟后续这个观念，他说看众生要看那颗心啊，不然我们就是分别心。他跟后续讲啊，给后续的观念非常好，所以后续看到了就会开口，因为后续觉得开了口就是跟你结这个善缘，但你求不求，后续觉得说我们可以等待，但后续找对方法，所以他才讲第二件事情跟后续分享。他说他为了度一个朋友2年的时间，因为那个朋友很爱打电玩，然后每天晚上都要去打电玩，他爸妈其实对他是很头痛的。他知道之后呢，因为他是比较弱势在成全这个部分，他就每天陪他去打电玩。后续还演，你看啊，你还陪他去打电玩？他说对啊，他在那边打，我在旁边看。他陪他打完后问他说好不好玩？很好玩很玩。然后隔了半小时问他说，那你现在开心吗？也还好的。每一次打完后就跟他聊你打完的心得，就让他聊，慢慢的跟他谈，慢慢谈，然后家里有办活动他就跟。他说跟了2年，他爸妈全家不知道他吃素。我说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那你出去吃饭怎么办？他说你去海鲜店去哪里哦？他就说他那天胃不好。然后拍谁问我那个可不可以叫老板帮我炒的青菜不要加蒜，不要加那个蒜啊什么的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最近肠胃炎很严重，只能吃这个。所以他是花了2年时间全家求道，然后呢走入道场修办。他做法是这样做的。或许有人觉得哇，或许跟或许讲完，或许说真的下功夫，成全人真的下功夫。但这一点也让或许学到这个东西。所以在去年有位坤道，他也遇到这件事情嘛。他是或许本来要雇他是打叉叉的。或许说为什么弄台式道场？他说我哥太虔诚，他说把我吓死了，而且他说我非常不能接受，因为他哥哥骗他去佛堂要求道，他当场直接离开。自此之后告诉自己，我绝对不会踏进你道场。所以后来他去了福智，知道吗？而且在那边很开心，他就很开心。但完之后或许知道这就不能勉强他了，对不对？但或许告诉自己说，但是我要跟你变很好的朋友，因为从不认识哦，所以就跟他做很好的朋友。三不时啊，他跟或许聊了天，或许跟他聊天，就那一阵子让感情失措。或许还是一句话，人生不如意多少，10之八九，终究会有等到一天你落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要引渡你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低潮的时候，或许跟他讲说，你要不要相信我？我们来求道，开智慧，相信仙佛会知道你的心声，把心中的苦可以跟菩萨讲。其实他在服饰也可以这样做，可是因为熟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好，我想跟你去，他去求道。可是这时间1年，没有度到他是心甘情愿来求道。然后他当然他还是在服饰，但他说我有活动他可以参加，因为或许觉得说，
既然他这边带小朋友班，我们不要去一开始去做这个很大的一个界限的分隔，可是可以慢慢认识我们，最后是由他决定，这才是个道的本来的面目。以德化众，而不是强压、强拉的部分来产生。所以这跟大家分享，有时候拿掉你的主观，善解因缘，你可以这样，可以去帮助很多人，而且拿掉那个隔阂，还有同理心的陪同，这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后学记得有一次，后学成全一个人，那个也是拜后学同学所赐。后学同学是坤道，他都做早餐，所以早餐做久都会那个职业病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都要长期去那个中医去看医生。啊，看久后就认识了一个护士嘛，有一天他看到护士闷闷不乐，去了几次，他就说：“你是想不开哦，那个脸怎么那么臭？”他讲话就比较直接，那个混到他讲话说：“对啊，人生活的真的没什么意义。”他跟这个混到那位护士跟后学这个同学混到讲，他说：“有什么难不倒？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好了。听说我同学在这方面可以做个咨询。”他就推荐后学了。他说：“咨询那个要钱吧？”他说：“不用，我同学都不用钱，他只是纯粹兴趣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后学跟这个同学从国中开始就认识，我们是国中的同班同学。我们国中有个特色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喜欢看一种相关书籍，叫做命理。他那边有什么手相啊？我们这有面相。我们那时候国中后学很爱研究这个东西。会研究的原因是因为后学觉得为什么未来会被算得很准？后学想法很奇怪，我就明明还没到。这个东西让后学很好奇，所以国中后学就买很多书在看。所以他知道后学又踏进了道场。应该这方面体悟更深。虽然说你放心，后学那个同学是兴趣而已，你去找他好了。但后学这个同学他不接受道场，因为他是密宗的。可后学要保持友好关系，因为他一辈子太平安了，没事，那也没办法了，你就等。后学想法对啊，因为他有在修嘛，那后学就等，因缘成熟终究可以度你。然后呢，他讲完后，那个坤到62年次，那一年啊，62年其实是在讲说其实32岁的时候，他带着妈妈来。带着妈妈来，去这边聊，后学哇，带妈妈来，那这聊寒暄几句完之后就跟他妈妈聊，聊完之后，就跟妈妈说：“你当然后学肯定知道他今年遇到什么事情，但你今年是不是想不开啊？”讲完了，两人哭成这样，后学想说：“那个考，不然我的邻居会以为我对你们做了什么事，骗那个考。”后学有时候跟他幽默一下，因为解他当时那个情境，知道吗？但后学跟他说：“人生有低潮，也会有高潮。”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众生给他一个希望。他说：“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真的，一定可以。”然后他在讲很简单，一个老板破产，负债500万，他跟后学讲，我说500万，后学买房子也负债500万我爸爸青菜还有必要那么难过吗？后学是不是这样想？但一定还有原因。然后他老公那个妈妈，就是那个妈妈的先生，去叫儿子用信用卡做信贷，借了100万，赌输了。翻盘，请问信贷要不要还？利息要不要还？一个月不到3万块，你觉得他薪水要不要还？然后呢，他又跟他的女儿的房子拿去抵押，结果儿子的老婆跑了，女儿的老公跑了，剩下2个孙子给他带，你觉得他有没有很悲惨？然后他跟后学讲说，我打算下礼拜带2个孙子。